各位聽眾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們要聊一個在香港乃至整個東亞社會都極其沉重，卻往往被披上一層溫情外衣的話題——家用。試着想象這樣一個場景，在九龍區一間不算寬敞的公屋裏，晚飯後的電視聲嘈雜，母親推過來一碗火候十足的老火湯，但在湯盅旁邊總像貼着一張看不見的賬單。那不是超市的收據，而是一聲輕輕的嘆息，是一句若有若無的比較，是鄰居孩子升職加薪的傳聞，是親戚飯桌上隨口提起的別人一家子的孝順。在這個城市，每一張鈔票的遞交，其實都是一場關於愛、債與生存的肉搏。那張隱形賬單不只是錢數，而是一整套被深深寫入血脈的文化邏輯。要理解為什麼給家用會讓香港人如此窒息，我們必須拆解那套運行了幾千年的底層道德程式——儒家邏輯。在傳統敘事裏，個體的身體從來不屬於自己，而是屬於家族。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在潛意識的語言裏，其實被翻譯成一句更冰冷的經濟邏輯：你的生命是父母的一項前期投資。既然是投資，就必然需要回報。於是，子女在成長過程中，在毫無提問的情況下，被悄無聲息地債權化了。當你拿到第一份薪水，它不再只是你實現自我價值的起點，而變成一張償還養育債務的分期還款單。這種邏輯最殘酷的地方在於，它把金錢與孝順畫上了等號。給的錢越多，意味着你越有德行；給得少，意味着你在道德上虧欠。他神聖化了犧牲，卻羞辱了獨立；他讚美奉獻，卻把自由描繪成一種冷血離經叛道。這是我先生姐夫家庭的故事。那是一個典型的香港家庭，長輩對家用數額的執着幾乎帶着一種宗教般的崇高感。哪怕子女已經捉襟見肘，仍會不斷以展示貴佛來施壓，反覆提及當年如何賣掉金色公書教學。又或突然落下一句：我這麼老了，也不知道以後靠誰。這是一種極高明的弱者的權力。在儒家文化中，誰受的苦最多，誰就佔據道德制高點。當母親不停展示她的犧牲，她便握住了一種長期有效、不可撤銷的索債權。但故事的殘酷也在於，這些父母並非單純的加害者。他們曾經也是被這套系統壓榨的一代，在戰後的貧窮歲月裏，在殖民資本主義的高速機器裏，他們的人生從來沒有選擇，只能靠咬牙撐住。他們沒有學會如何被愛，只學會了如何以犧牲證明存在。於是，當他們把這種邏輯傳給下一代時，他們既是執行者，也是悲劇的繼承人。真正讓香港人無法呼吸的，是一種更深層的結構性共謀。在外面，資本主義負責製造焦慮感，市場告訴你，你必須不斷產出，不斷攀升，否則你就會被淘汰。在家裏，儒家文化負責製造愧疚感，長輩告訴你，你必須不斷回報，不斷供養，否則你就是不孝。兩股力量像兩片巨大的磨盤，將年輕人與中年人夾在中間碾碎。資本榨取你的剩餘價值，家庭索取你的道德利息，於是形成一個封閉循環。你必須工作，因為你要還債；你必須還債，因為你被賦予了生命。當一個社會把人的價值完全等同於生產力加孝順共金，整座城市就變成一條永不停歇的輸血鏈。而你的一生被壓縮成一句冷冰冰的話：不產出即罪惡。這樣的雙重壓榨，最終摧毀的不是錢包，而是靈魂。如果一個人的價值完全由他上繳的家用、他的工作績效決定，那麼他的存在究竟在哪裏？那個在公司加班到凌晨，拖着疲憊身體回家的中年人，面對的不是擁抱，而是檢查；不是關心，而是審計；不是家，而是一間帶有道德法庭味道的財務辦公室。他的心臟裏塞滿了愧疚、焦慮與恐懼。他失去了休息的權利，
失去了失敗的空間，甚至逐漸失去對自我的感知。長期活在這種環境的人，很容易發展出慢性焦慮、抑鬱與深層無價值感，因為他們被訓練成必須不斷貢獻才配被愛。當生命必須不斷被稱頌，他就很難繼續保持溫度。在古埃及的文明裏，人死後，心臟要放到天平上，與象徵真理的羽毛進行稱頌。只有輕如羽毛的心臟，才能進入永生。然而，今天在香港，在這套儒家加資本的巨大機器裏活了一輩子的人，當他們走到生命盡頭，他們的心臟裏究竟裝着什麼？是一張張沉重的賬單？是一條代代相傳的精神鐵鏈？還是一生沒有機會真正擁有自己的悲傷？或許真正需要被重新討論的，從來就不是該不該給家用，而是在這個只會用金錢衡量價值的社會裏，我們是否還有勇氣重新定義什麼是愛？什麼是責任？什麼才是一個人存在的意義？當有一天我們能夠承認活着本身就值得，而不是必須以償債為條件，也許那時香港人的心臟才終於有機會輕一點。